淘多多灣仔旗艦店，這間位於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41至147號紅光大廈地下 D 鋪嘅超大型分店，樓高4層，總面積超過13000平方尺，是淘多多在香港最具規模嘅購物地標之一。營業時間每日由上午10點至晚上10點，交通便利，鄰近灣仔地鐵站 A3 出口，步行僅需5分鐘。一踏進淘多多灣仔旗艦店，你會被寬敞明亮嘅購物環境深深吸引。店內陳列整齊，商品種類繁多，涵蓋生活各個層面，從日常家居用品、廚房用具、創意文具到小型家電、健康美容產品、零食飲料，甚至季節性嘅裝飾品，應有盡有。更令人興奮的是，這裏嘅價格超值親民啦，部分精選商品低至2蚊，讓你以最經濟嘅價格買到最高質嘅產品。淘多多灣仔店嘅其他商品同樣令人驚喜，例如店內嘅美容產品區提供多款熱門護膚品和化妝工具，價格僅為專櫃嘅幾分之一。食品區則有來自日本、韓國等地嘅特色零食和飲品，讓你足不出戶即可享受各種美食。家電區更有迷你電飯煲、USB 電風扇等實用小電器，滿足現代生活的各種需求。淘多多灣仔店嘅一大亮點係全新推出嘅家私專區，呢度淘多多首次在香港分店引入嘅專屬家私展示區，旨在為顧客提供更全面的家居解決方案。你可以在此親眼鑑賞多款設計時尚、品質優良嘅家私產品，例如人體工學梳化，僅售799蚊，採用高密度海綿填充，配搭內膜布料，提供舒適嘅坐臥經驗體驗，適合小戶型家居。4人餐台售價688蚊，簡約現代風設計，桌面採用防水防刮材質，堅固內容，完美適配家庭聚餐或朋友聚會。真皮餐椅每張低至330蚊，選用優質漂皮革，配搭金屬框架，兼具美觀與實用，輕鬆提升餐廳格調。多功能儲物櫃價格由250蚊起，提供多種尺寸和款式，
幫助你整理家居空間，兼顧美觀與實用。為了提升購物體驗，淘多多灣仔店特別注重店內環境設計、寬敞嘅走道、清澈嘅商品分類標示，以及充足的燈光，讓每位顧客都能輕鬆選購。店內更設有休息區，供顧客小休片刻，享受輕鬆愉快嘅購物時光。此外，淘多多經常推出限時優惠和會員專屬折扣，建議關注店內公告或淘多多官方社交網站，搶先掌握最新優惠資訊。多謝收看本影片，如果喜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多謝晒。